塔拉戈纳，2400年的港口城市，数千年的历史散落在城市的巨大石块间。在这个世界遗产古城，深吸一口气，空气里依然弥漫着古罗马时代的味道。市中心的古罗马竞技场，其地位类似于今天的巴塞皇马的主场。当年那些驾着马车赢得比赛的车手们，揽获了无数少女少妇的尖叫。这里是那个时代顶流竞技明星的诞生地。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和我们走在同一条石板路上。残垣断壁间，不仅仅只有呼啸而过的风声，还有刀和血写成的文明。斗兽场不定期会有决斗士的训练和表演，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2000年前膨胀的荷尔蒙。塔拉戈纳人民早已习惯了动辄上千年的丈量单位，他们的生活里没有现代和历史的界限，即便是一道融合创新的美食，也散发着古罗马的咸味。塔拉戈纳沉浸式穿越2000年，值得加入你的旅行清单里。